我们欢迎县长上菜喽！试吃时间到喽，那我们第一道菜是矿肉饭 （Stewed Pork over Rice），请享用。后面我们继续唱歌。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Taiwanese cake. It's called 寿糖。寿糖。OK， 那今天这么开心的请县长妈妈送给麦克爷爷这么特别、具有台湾风味的生日礼物，是一个充满祝福的葫芦。OK， Thank you。是一个。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You make my heart feel so warm. Touching, right? OK， 校长跟所有的老师们对孩子们的一个这个照顾，那可以说在各个层面上让孩子都能够充分发展，不论是制造中心，还是我们的英文教学，甚至是我们的这个天文教学等等哦。那可以说我们呢的彰兴国中孩子们的表现，无论说是在县内、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杰出的一个表现哦。那除此之外，要谢谢我们在我右手边的这个麦克爷爷哦，那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这个英文视讯的这个支持哦，那做了8年的志工，那也是连续来了好多年我们的台湾哦，每次来就是造访我们30-40间的这个学校，那可以说跟孩子们接触有700-800个人哦，那可以说对于我们的英文教育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这个谢谢他这个国际志工麦克爷爷的一个道理哦。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结合更多的一个资源，让我们孩子们能够更有国际观。我们目前在11月份会增加纽西兰的一个志工，那后续有一些相关的游学团也会跟我们的孩子们来做一些连结，让他们能够依照不同的国家有更不一样的这个国际视野哦，一起努力让孩子们能够快乐成长、快乐学习，而且能够做世界公民，那更有国际观，更有现在的这个科技的一个这个底子哈，我们一起来让孩子们快乐。My interaction with the students has been absolutely superb. You have they show so much respect and so much honor to a guest in their schools. It is just, it's almost unbelievable. You have a very, very special culture, very, very special people. And we say about Taiwan, what do you like the best, Michael? The people, Ren, number 1. Number 2, the food, 很棒. But,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刚刚说我们彰化的孩子的表现都非常的棒，然后他在跟孩子互动也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他认为说他最喜欢的台湾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人，再来第二个就是食物的部分，所以他也觉得非常开心，然后也觉得这次是非常的荣幸。这样。讲台语哈，咱彰化县，咱彰兴国中，咱麦克爷爷上赞哦哈，1、2、3公赞，1、2、3，赞！好，手要比赞，赞。好，谢谢大家。